那一中台湾的灾情来关心，莫拉克风灾带来强风台水，南头天气介路况，唔但像做咧看到，有当到看板分出快的，就连年代听到路顺的广告车，加本风吹到路东哦，影响到民众行的安全。那这地方我哋关心的是庐山文产区，大多是建立的206个游客。那个重要向的润乐桥偏头是潜水封闭，禁止人车通行。那如你轮播的绿色防控，也因为风势才太大，当到树儿三本吹断的，是甩到路东哦，车儿也无法渡过。去年嘅轮播乡绿色路，也就係轮播希望了嘅114號泰路，因為風勢實在太大熱，有一道路樹半風才斷鐵，往地路東岸，產嘅無辦法行，有條公路人唔想離沿路，故所做啲順行行過去，看起來都危險。我你話這當時我攏總倒落哦，啊，管恁管委會趕緊來趕含這平常攏趕處理者啦，這路嘛就緊趕快當個通過。啊，有需要倒落，我咧順路中間，我就會處置啊，叫迄個防災預備小組去處置，我哋用電動啊啦。除咗路樹本在網體之外，輪播鄉有名嘅鄉瓜，因為佢用龍嘅本色來做，颱風一來，差唔多將本色做成彩變體，順勢一下行猛酸出來。沙田江調轉到南頭天氣啲動作過後，出現一層一層嘅颱風。草屯也有一道戶外嘅廣告看板，本颱風吹壞，搶風頂咪搖來搖去，連鐵地路上嘅廣告車也本吹到成拖行，該在警方出動天數，就冇造成意外。有聯絡的哈，叫他把這車子弄走好不好？好，謝謝你。為到考慮民眾嘅安全，中寮鄉運路橋下嘅路行溪今天暫時封閉，禁止人車通行。我們為了安全起見，都提前跟它封閉，避免那個災害的發生。在去年200風災受到嚴重損害嘅廬山溫情區，大座公所老救難人員就一件一副進行清理，216個人下就已經下山，現時將少數業者留地嘅。公所對人民嘅監控檢測風力變強，就為咗在開放執法強制產地，省市再個發生意外。下個新聞，李鳳琪、李新龍綜合報道。